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48.65，按周微跌0.04%。若果以三區劃分，美聯港島樓價指數最新報156.79，按周微升0.08%。九龍樓價指數最新報156.6，按周跌0.24%。新界樓價指數最新報133.98，按周微升0.08%。至於美聯信心指數最新報76.7，按周跌1.3%。多個新盤項目部署推售，市場焦點集中一手市場，二手交投持續整固，部分業主為加快出貨調整叫價，帶動減價盤數量上升，信心指數再度回落。喺全港三區之中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三個區份，分別係天水圍、荃灣、九龍灣。若果以單位面積劃分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係實用面積約431至約752平方尺嘅單位，其次係實用面積約430平方尺或以下嘅單位。